生命影響嘅生命嘅工作咧，係我一生人咧非常之嚮往嘅。教育係一個良心嘅教育咧，呢一句説話咧，永遠都係記住喺我心入邊。陳巨賢喺75年葛量洪教育學院畢業之後，就做體育老師，30幾年春風化雨，超過200多個學生受陳巨賢嘅影響做咗體育老師，包括呢日嘅主角新娘子。多謝陳 Sir 啦，即係陳 Sir 話俾我聽，我條路應該係咁樣走，佢係我嘅榜樣咯。陳巨賢對體育嘅熱情就從佢喺30多年前報讀師範嘅第3年體育專科班開始。可惜喺70、80年代，唔少家長甚至老師都認為體育科係閒科，運動仲會影響讀書，所以反對同學課餘做訓練。每一次咧到會考放榜或者係考試成績放榜嗰陣時候咧，睇見啲自己跟住自己打波嗰啲小朋友咧，個成績點解都唔係好咁理想咧？咁樣嗰陣時咧就會有一種嘅內疚咯。自從體育科成為會考科目之後，為陳巨賢嘅教學理想注入強心針。佢唔單止要教好會考體育班，仲去中大進修體育學位課程。第一就自己要去充實自己啦。個人咧係中意一樣嘢，或者係要堅持一樣嘢嘅咧，堅持繼續去做呢件事嘅動力咧係強好多嘅。今年陳巨賢憑住設立人體運動實驗室，得到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。呢日佢以學兄嘅身份參加教育學院嘅開學禮，分享佢嘅成功之道。我諗咧，在座台上面嗰啲教授咧，都可能咧都好開心啊，因為咧就有我跟住又教到佢，咁樣跟住咧佢又教到好多學生出嚟，咁樣即係呢一個道理係一路咁傳落去咧，呢個就係教育嘅工作嗰個嘅意義。